大家好，香港五台歌曲榜係我哋嘅新節目，由電台一直去到電視台，即刻睇下歌曲排行榜。香港五台流行歌曲2026年第15週，叱咤903專業推介，第一位梨子陳建安，第二位給你一隻大口仔蘇雅琳，第三位蝴蝶與花園麗英，第四位外向型憂鬱人格鄧小巧，第五位真的不是故意的 Kitty。 RTHK 中文歌曲龍虎榜，第一位那人那地那天陳慧琳，第二位一個人的生日歌張馳豪，第三位最好比我更懶李靜雲，第四位回歸一塊小石頭楊千嬅，第五位給你一隻大口仔蘇雅琳。新城勁爆本地網，第一位一個人的生日歌張馳豪，第二位琵琶黃妍，第三位那人那地那天陳慧琳，第四位最好的解藥雲浩影，第五位情人節胡子貝。 TVB 勁歌金榜，第一位大個要做個好人周國賢，第二位月球上的藍玫瑰羅啟豪，第三位情人節胡子貝，第四位旁若無人陳柏宇，第五位琵琶黃妍。歡迎收聽香港五台歌曲榜，作品梨子繼上週之後，本週蟬聯903專業推介冠軍。想掌握最精品嘅樂壇數據，記得繼續留意我哋，下週見。